央记新闻头起先就先来关心这轻度的风台洋流，离咱台湾还有一段距离。气象署是预测，伊的路线可能会搁偏南，会对咱台湾的东北部海域通过，无排除后礼拜二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这后礼拜三、拜四是伊上挖近台湾的时阵，到时阵这北台湾、宜兰、花莲的雨水会较高。 拜六各地温度真悬真烧热，未少人出外伫帽啊、野雨伞来防日头。不过中昼过了后，部分地区午后雷阵雨。气象署讲，随太平洋高压向北移动，南方的水汽也小可增加。礼拜到下礼拜二，午后雷阵雨范围明显扩大。西半部山区、外山区的所在，可能有局部大雨，也是短暂大水雨发生的机会。 我们要特别留意，在西半部的山区或近山区，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的强降雨、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情况。今日外界关心的今年第11号风台洋流，吹到下晡2点的位置，位于台湾东方大约2700公里海面上，继续向西推进。气象专家讲，未来要看太平洋高压西沿的势力强弱，也有风台本身的强度，决定风台路径。所以讲，洋流风台是不是侵了台湾，关键伫这2天。 它如果强度现在发展的越强的话，它越可能就是路径会越南偏，越靠近台湾。但如果它强度越弱的话呢，它就比较会往北偏，远离台湾，然后甚至消散掉。气象署讲，洋流风台预计下礼拜二到这琉球南方海域了后，会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，并且挖近台湾。虽然环境对风台发展条件不利，不过依然是维持风台强度，无排除下礼拜二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下礼拜三甲下礼拜四是风台上挖台湾的时间点。下礼拜三全台湾拢有雨，北台湾、宜兰甲花莲落雨上较明显。不过洋流风台路径有变数，也需要进一步来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